谁呀七开市大吉。热烈的音乐声，五彩灯光，就亲像是来到夜市同款。但其实这个所在是伫咧台南慈济静思堂，原来这是慈济基金会甲国立科工馆合作举办的西夜市直觉推理科学纪律特展，希望透过趣味的展览，让参观民众认识各种生活中的纪律问题，就此亲近所学。慈济各地的静思堂是我们国家落实社区教育的一个非常棒的场域，而且呢，我们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在各地都有静思堂，所以呢，我们两边的团队也就商量在这个执行长、副执行长的支持之下呢，我们找了4个特展、4个主题的展，同步的在4个地方去展开。这些教育的内容啊，不只是说我给那新兴学子孩子来参观的，连我们大人都很适合参观，因为里面刚刚陈方南讲的长智慧、开眼界真的是不容易。我们真的是活到老学到老还学不了，很多东西是很值得学习。所以我们很感恩这次的我们的主办我们跟科工馆一起主办的，我们也很感恩台南市政府教育局呢给我们协办，给我们很大力的协助。这个展览总共有14个主题，结合趣味活动体验，带领民众为游戏当中体验到纪律在生活中的重要性。谁呀七纪律展，我们是用生活化的夜市的游戏来带入生活中的纪律问题，然后希望透过这样的有趣的互动游戏，引发民众再重新思考数学在生活中的一个重要性。比如说夜市小朋友最喜欢玩的弹珠台，还有现在时下最热门的大乐透，它其实在跟我们数学课本都息息相关。那做这个展览，我们这次跟静思堂结合，希望把国家的资源可以主动走入社区教育，然后集结附近邻近的学校，还有附近的居民，可以有机会都一起过来共襄盛举。西夜市直觉推理科学纪律特展，展期为即马开始，一直展到8月底为止。主办单位欢迎各级学校免费预约参观，做伙为游戏当中认识所害纪律问题。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